Hello，大家好，呢一條片係介紹個人報稅表格 BIR60第8部分利息扣除或住宅租金扣除點樣填嘅。咁首先就講下個人自住嘅物業啦，就可以望一望呢個例子3。首先就要填8.1物業地址，跟住就係8.2第一格貸款用於購入上述物業，並以物業作為按揭或者押記，咁就剔返是，跟住就要填本人所佔業權係幾多。咁呢一個例子，李大富先生佢同妻子就係各佔50%，咁所以李大富先生就要喺度填返50，跟住就係8.4居所貸款利息支出總額，咁就要填返喺24年4月1號至到去25年3月31號佢嘅供款入邊有幾多係利息支出。咁因為李大富先生淨係佔業權嘅50%，所以就要填8萬蚊。喺呢一個例子入邊呢，因為李大富嘅配偶佢係有應課稅入息，咁所以佢呢就唔可以提名李大富申請扣除佢所繳付嘅居所貸款利息。咁如果你嘅配偶係冇入息嘅話呢，咁你呢度就可以填翻8.4嘅第2部分，呢度就可以剔翻是，跟住就填翻配偶所佔業權，同埋可以填翻配偶所佔已付的居所貸款利息數額。最後呢，就要喺本人全年上述物業作居所用途，咁因為係自住嘅，所以你呢度就要剔返是。如果你係獲配偶提名嘅話呢，咁你都要填埋12.1步。另外想分享下點樣可以最快去睇到你係嗰一年所俾嘅供款有幾多係屬於利息嘅支出。咁一般而言呢，你都可以睇返銀行俾你嘅每個月嘅 statement。咁我知有啲銀行每個月嘅 statement 佢係唔會寫話你個供款有幾多係屬於利息，幾多係屬於本金。咁可以點樣去查看呢？咁你可以去返網上銀行去查閱返電子結單及電子通知書，然之後就撳置業按揭貸款嘅戶口，下載季度結單按揭戶口。咁佢呢度呢就會顯示返你每一個月銀行有 debit 你嗰個 loan interest 係幾多。debit 即係 DR。譬如2月呢度 loan interest 銀行 debit 咗你幾多錢，咁你喺2月有一個 repayment 係幾多錢，咁換言之呢， DR 隔離一個金額就係你嗰一個月有幾多錢係屬於個利息支出嚟嘅。咁你就可以透過呢個方法去睇返每一個月嗰個你嘅供款，其中有幾多錢係利息支出。咁如果你係租樓，咁點填呢？首先啦，你就係要填返8.1物業地址，然之後呢就填8.5住宅租金扣除，要填嗰個租賃嘅開始日期、結束日期，簽訂租賃嘅租客人數有幾多個。3A 本人為租客或者合租租客，要剔返是。如果你有配偶佢都係租客或者合租租客，咁就呢度要剔返是。如果冇就留空佢。同埋呢度申請住宅租金扣除的款額，就即係你喺24年4月1號至到去25年3月31號總共俾咗嘅租金。咁注意返，無論你係買樓自住又或者係租樓，咁你嗰個基本扣除嘅上限都係10萬蚊。咁由24、25年開始呢，如果你係符合指定條件，咁你就可以另外有2萬蚊嘅扣除。呢個指定條件係乜嘢呢？就係呢度8.6選擇使用居所貸款利息或者住宅租金額外的扣除限額。咁就係你及或者你嘅配偶都喺23年10月25日或之後有子女出世，而且係一齊住。咁喺呢個情況呢，你就要填返8.6嘅1、2、3。8.61
一路就係話本人係本年度同該名子女喺香港同住，至少6個月就填1，其他情況就填2。本人的配偶在本年度內與該子女在香港同住，至少6個月就填1，其他情況就填2。跟住就要填該名子女嘅資料，就係個姓名同埋佢個出生日期。記得個出生日期呢，就要係23年10月25日或之後。可以望一望呢個免稅額扣除及稅率表。咁呢度扣除清楚列明咗個扣除上限金額係幾多。居所貸款利息基本就係10萬蚊，額外就係2萬蚊。住宅租金扣除基本就係10萬蚊，額外就係2萬蚊。咁如果你用貸款去買嗰個物業唔係自住而係放租嘅話呢，咁你就要填8.1、8.2同埋8.3嘅。咁就好似例子1、2咁樣，首先就要填物業地址，跟住係咪貸款去購買以上物業，而且用該物業作為按揭呢，就要剔返是。跟住如果係嗰個貸款係屬於再次借貸呢，就要剔是。如果冇嘅話呢，就唔使剔噶啦。跟住本人所佔業權係幾多 % 啦，同埋8.3，本人為獲取出租收入所佔的利息支出係幾多錢。咁至於利息部分呢，就可以用翻我啱啱講嗰個方法，你去查閲翻銀行嘅 bank statement 去睇翻個利息係幾多。